要做到極簡生活，就需要有高效嘅收納家私配合，營造出更多留白空間感。一齊嚟睇睇我哋點樣翻新呢個富亨村443尺單位啦！原本雜亂無章嘅客廳，變身極簡生活空間。一入門口就見到客廳呢面留白牆身，可以俾屋主投影睇戲用，配合埋靈活度高嘅路軌燈，隨時都可以將屋企變私人影院。下面再做翻個地櫃收納，擺音響、遊戲機，乾淨簡潔。側邊仲有個連住做到頂嘅玄關櫃，配合屋主生活習慣，一次過整合鞋櫃、衣櫃、全身鏡、掃地機械人嘅位置，集中儲物超舒服。而梳化後面亦都有做個薄身中島櫃，用嚟分隔開客廳同走廊飯廳區域，既可以保留空間感，又可以保留唔同空間嘅互動性。仲要係個萬能囤貨區，實用度滿分。廚房門口改用長玻璃門設計，加強飯廳角落位嘅採光，保留通透空間感。而廚房內部亦都按照原本嘅動線，再配合埋屋主身高，訂做翻吊櫃同地櫃，增加收納，隱藏管線。再喺星盤裝埋濾水器水龍頭，煮飯飲水都更加方便。三尖八角嘅廁所即本來已經唔夠位，好難用，所以我哋就拆走咗亞訂嘅浴缸，改做企缸加浴瓶，變翻乾濕分離，仲可以跟住轉角位做翻個鏡櫃、吊櫃、洗手盆櫃，收納空間比之前多成倍。走廊位圓拱頂門框都拆走咗，放翻大空間感。主人房原本散收收嘅家私都統一翻，喺深綠色嘅床、衣櫃同書台中間，仲有撞白色嘅圓拱頂層架同書台點綴，加埋燈帶做翻個層次感。如果你都想翻新雜亂舊屋，迎向極簡生活，即刻 WhatsApp 搵我哋免費諮詢同報價啦！